好啦，乡亲啊，就为明年开始，这个自动贩卖机卖开发票哦。钱落来买清凉的饮料，大家小巷拢会出现这款传统的自动贩卖机，改良了后就无同款啊。这个自动贩卖机除了饮料，也有测试用的发票做伙落落来。财政部将修法发生于明年1月7日开始，自动贩卖机卖物件拢爱开发票。超开心的，可以兑奖哎！政府这个政策一定是 OK 的啊。怎么说？因为有可能我买10块饮料就会中200万大奖，买个10元的饮料就有发票，既可以解渴，还可以兑奖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民众拢真期待买饮料加一张发票，安尼较会得奖。国内上大自动贩卖机的厂商已经研究出电视机，不过这款的贩卖机甲传统的比较起来，因为爱搁加开发票，所以讲成本增加真多。相较于传统的机型上，一台会增加大概3万多到5万左右的这个额外的费用。目前全台湾饮料食品自动贩卖机的数量差不多有6万台，若要全面换掉，恐惊要开几啊10亿。这间贩卖机的业者卖出的数量就超过4万台，那真正要换，恐惊要6个月到8个月时间。这个原物料短缺，运费高涨的情况，价格也一直在上涨。所以说，一旦这个新法通过的话，那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说这些备料期。业者希望讲中央会使有一个宣导期，和大家进行设备的改善，符合未来法令要求。